观光工厂是台南特色产业一个重要的亮点，唔仅展现产业的技术甲的文化特色，嘛提供亲子寓教于乐的体验场合。这间观光工厂嘉年华的活动，特别融入万圣节的元素，要让游客伫个游戏、手作甲的冒险闯关中，感受台南观光工厂的多元魅力。观光工厂是我们推动产业观光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哈。那在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多年的一个辅导之下呢，目前我们台南市的观光工厂有21家已经通过中央的评鉴。那今年特别市政府也特别结合的观光工厂跟万圣节来做一个结合哈。那举办了一个台南市观光工厂大冒险猛鬼总动员的一个嘉年华活动。那地点我们定在时间我们定在10月18号的礼拜六，还有19号礼拜天2天。那地点就在我们星光三月台南西门店来举办。那整个活动呢，除以万圣猛鬼为主题以外呢，那我们特别也邀请了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进入我们观光工厂，来感受观光工厂也具有知识性、趣味性以及互动性的一个体验探索之旅。2025观光工厂嘉年华这次的话呢就是在10月18号、19号2天呢，在热闹在星光三月西门店来举办。那邀请所有市民朋友来参加，内容非常丰富，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活动，当然包括小朋友最欢迎的所谓的就是香蕉哥哥百香果姐姐，那当然还有很多一些其他很有趣的一些活动。那当然这里面的话呢，有非常多的观光工厂的特色的一个 DIY 活动，这个是几乎是平常都是秒杀的所以有兴趣的人一定要玩，要很快的来登记。台南市推广观光工厂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，这届嘉年华活动特别规划了2场的活动，邀请大小朋友化身小小的冒险家，完成任务，还用对换精美的好礼。现场同时还推出6场的观光工厂手作 DIY 的课程，欢迎大小朋友千万袂用的错过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